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允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邀请弟兄姐妹，我们齐来唱。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允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爱天父上帝，你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帮助我们在阅读你的话语的时候，都能有敬畏且谦卑顺服的心。求主今天将真理的启示的灵启示我们，透过今天圣经共读，使我们明白真理的奥秘的祝福。愿今天祷告祈求事项也能蒙神的应允来成就。还将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请坐。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参与圣经共读。好，刚才要聚会前听到丰盛长老说，我们这个共读也有弟兄姐妹是在台东参加的。好，在台东参加。好，那很高兴，上帝的话呢是不被捆绑。好，上帝的话是在各个地方，如同以赛亚书所说的，好，在各洋海各岛都要听见上帝的话。好，有真理要传到万邦啊。所以我们透过长老教会的每日新眼光的读经进度，好，能够和各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虽然领受的是同样的话，但是我们领受的也是上帝的圣灵，这个上帝的旨意和上帝的带领。
在昨天我们读的历代志下的第14章，我们看到亚撒王，好，他从14章、15章、16章，好，做很详细的介绍，比列王记上好更加的详细。而在昨天的经文里面，好，我们看到亚撒王，好，他做了几件事情，就是他是一个遵行上帝的话语，是上帝耶和华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所以他很重要的就是除掉这些的偶像，好，甚至是从他的祖母所留下来的，好，他都勇敢的去除掉，走上帝所喜悦的，同时他也尽人的努力建造城镇。好，那当他遇到一个极大的军队，是从伊索匹亚来的古时军队，有100万大军哦。但是呢，他呼求上帝，上帝就与他同在，所以上帝也听他们祷告。好，所以他不仅是得胜，还从这些古时大军当中，好，得到了很多的财物啊。好，特别是在牲畜、羊和骆驼的部分。今天我们要继续读的是第15章。好，那在15章当中呢，讲到亚撒他在国家当中带来的改革。好，前面昨天读到有10年的太平，在他刚就位的时候，10年当中，好，国家的太平。而今天看到是接下来的25年当中，他如何让国家能够得到稳定甚至呢，好，他的这个第15章也讲到，好，他勇敢的带领百姓来立约，好，跟上帝立约，好，所以很像上帝与大卫立约，所罗门和上帝和所罗门立约，好一样，而亚撒也带领全国百姓来立约。好，那我们就来读今天这段经文。好，那一样，好，请俊替带我们来读从历代志下15章，从第1节，好，先读到第4节。上帝的灵降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雅身上，他就去见亚撒王，对他说：“亚撒王和所有犹大、便雅悯的人民啊，请听我说，只要你们顺从上主，他一定与你们同在。你们寻找他，他就让你们找到；你们远离他，他就丢弃你们。以色列已经好久没有真神，没有祭司的教导，没有法律。但灾难临到的时候，他们转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他们寻求他，他就让他们找到。”好，那我们看到亚撒，好，他能够做这样改革，是因为上帝差遣这个先知亚撒利雅。好，那俄德的儿子亚撒利雅这位先知呢，在圣经当中没有出现过，好，所以和历代志一样，好，但是有特别也记载他的名字，好，他的父亲。而他来迎接亚撒，就是当亚撒战胜古时人，好100万大军回来之后呢，好，上帝也吩咐亚撒说，上帝呢要他们做几件事情，就是顺从上主，上主就与你们同在；寻找他就寻见，好，如同耶利米先知在100年后对耶利米所说的。而呢，除了要寻找上主，好，就寻见，好，那顺从就有上帝的同在。但相反的，若远离上帝，上帝就丢弃他们；若没有遵守上帝的教导，就会像北国以色列一样。好，所以3、4节讲到北国以色列，他们不相信神，他们去拜金牛，透过耶罗波安，好，让国家陷入在灾难当中。好，只有到第4节灾难临到的时候，才会来知道要回转，好，转向上帝啊。接着我们再来读所以需要有人教导神的话，也需要来遵守上帝的话，否则灾难就会临到。好，接着再请金弟带我们来读第5节到第7节。在那期间，人进出都没有安全，因为到处有动乱。这国攻打那国，这城攻打那城，因为上帝使灾难痛苦降在他们身上。可是你们必须刚强，不可沮丧，你们的工作一定得到报赏。所以以北国他们很近的国家就在他们旁边做例子。好，耶罗波安所带领的国家百姓，好，他们因为没有遵守神的教导和遵行神的话，以至于好他们就遇到灾难，进出都没有安全。但是好，上帝告诉亚撒，要亚撒转告犹大百姓，必须刚强，好，不可沮丧。而且为主所做的工，或是为国家
上帝的名的国家所做的事工作，一定得到报赏啊！好，一定得到报赏。而这报赏呢，就是上帝的祝福。好，不一定是在金钱物质上，但是会有上帝的祝福。所以亚萨从第2节好一路听到第7节这一段话之后，亚萨如何回应呢？好，那么接着再请俊弟带我们来读第8节到第10节。亚萨听到俄的儿子亚撒利雅的预言，就得到鼓励。他把犹大和便雅悯境内所有的偶像，以及他所占领的以法莲山区各城的偶像都除去。他又修造立在圣殿院子里的上主的祭坛。许多人从以法莲、马拿西、西缅来归顺亚萨，住在他的国中，因为他们看见上主与他同在。亚萨召集这些人和犹大以及便雅悯的人民，他们就在亚萨在位的第15年3月聚集在耶路撒冷。好，谢谢。所以亚萨听了上帝的话，好，他就去执行遵守。好，那他第一个好就是把这些的偶像都除去啊。好，不仅是在犹大区内、便雅悯境内，这属于南国的范围，甚至他们所占领到的北国的范围，以法莲的山区里面的偶像，好，也都把它除掉。甚至呢，也修造在圣殿里面院子的祭坛，好，那重新让大家能够在那边为上帝来献祭。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第9节，好，许多人就从北国来的以法莲地区、马拿西地区，好，甚至在南国犹大也有西缅支派来归顺亚萨王，好，因为亚萨他所拜的上帝，好，是听上帝的话，遵循上帝教导的，而亚萨也把这些来归顺他的人都集结起来，然后呢，就在他在位的第15年，好，就是他当王的第15年的犹太历3月啊，就聚集在耶路撒冷。好，所以我们来看到，好，这个他把偶像除去，因为他除去这样动作，好，让人民不再被偶像所控制，而这些人民就得释放、得自由。好，当然他们也来归顺亚萨，在亚萨的带领，好，牧养，好，因为我们从大卫身上知道，君王也是一个牧养。好，牧养当中呢，上主就一直与他们同在，所以亚萨，好，他很有名的就是看这个把巴利的老婆的像，就是亚瑟拉的像拆毁，或是柱像，好，或是这些拜迦南地的这些的偶像，过去迦南人的这些偶像都一一拆毁。好，那我们后面也看到，包括他阿嬷所拜的像，好，他也一一拆毁啊。好，那接着我们再来读11节到第15节。那天，他们从掳来的战利品中，用700头牛、7000只羊献给上主做牲祭。他们立约要全心全意敬拜上主，他们祖先的上帝，无论男女老幼，谁不寻求上主，谁就得处死。他们奉上主的名高声发誓，要遵守这约。然后他们欢呼、吹号、吹角，犹大所有的人民都很快乐，因为他们一心立下这约，一意寻求上主，他就让他们找到，并且赐给他们四境太平。好，那这个战利品呢，就是来自于古时大军。好，那他们100万人所带来的这些，好，本来是要给100万大军所用的，好，但是成为亚萨王的战利品。同时呢，他也把这些战利品好拿来奉献给上帝，好，表明他们跟上帝要全心全意的敬拜，也要来遵守约定。所以呢，亚萨带领国家的南国犹大人，好，甚至以法莲、马拿西、西缅不同支派人都一起发誓要遵守约。好，而到他们跟上帝立约之后，他们就享受在主里面的欢乐，吹号、吹角。好，之前我们有读到，好，祭司，好，这个亚比亚的时候，好，他也有透过祭司拿号、吹号，然后来胜过北国的以色列。而他们继续又在南国吹号、吹角，然后呢欢呼，人民都享受在这快乐当中。而这样的快乐呢，好很简单，是因为他们跟神立约，要寻求上主，而上主就让他们被寻找。好，所以他们知道上帝如何与他们的国家同在。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当你知道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就会有平安，就会有喜乐，你就会有快乐，而你不用担心外面的环境。好，那么再看最后的4节啊，从16节到19节。亚萨王废除他祖母玛迦太后的后位，因为他造了防止女神亚瑟拉淫秽的柱像。亚萨把女神像砍倒劈碎，在基伦西烧掉。虽然亚萨没有把所有山山丘上的神庙摧毁，但他终身一心一意忠于上主。
他把父亲亚比亚献给上帝的东西和自己奉献的金银器物都放在圣殿里，一直到他在位的第35年，这段期间都没有战争。好，谢谢。好，所以亚撒王呢，好，连他的祖母，好，就是这个押沙龙，好，女儿的女儿，好，那他也废了他的位哦，后位，好，因为这个祖母呢，宫美天，好，叫他好不能再拜，他还要拜，好，甚至把他所拜的这个亚瑟拉的这些柱像呢，好，银尾的这些柱像，通通都砍倒劈碎，还拿到耶路撒冷城墙外的吉伦西烧掉，好，所以他是非常的坚决。做这些事情会不会得罪人？好，会不会被骂？会被骂。但是他选择顺从上帝，而不是顺从人。他知道如何抓住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所以他勇敢的去执行。虽然17节好提到亚撒没有办法一下子把所有的在山丘丘坛上面好这些高地上面的神庙或是这些的丘坛好来摧毁，但亚撒也展现出他的决心，好，终身好一生一意忠于上主啊，好啊，那终身呢，就是说他这么长的时间，好，那如果我们明天继续读第16章呢，好，看到亚撒王在他最后的3年，好，做了很可惜的事情，好，以至于最后3年就是让他人生好没有办法像他前面当王的这35年当中，好一径亨通，好一切顺利。而他也继续把他父亲就是亚比亚献给上帝的东西，还有自己奉献的金银器物，好，都分别出来在圣殿当中，不是在自己的王宫的仓库当中，一直在他在位的第35年，好，这段期间都没有战争。昨天让我们看到他国中有太平10年，好，那他因为遵行上帝看为善、看为正的事情。今天我们看到他接下来25年，他是带领百姓和上帝立约，不是只有他自己个人，而是他去影响他的国家，影响上帝的百姓和人民。所以呢，就扩大这个10年，好，成为25年。好，所以这35年当中呢，都没有战争啊。那这35年当中，好，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亚撒他先后当王有41年，好，已经超越了所罗门，超越了大卫，还超越了扫罗，好，开国3个君王。亚撒呢一举突破，比他们硬是多了1年啊。而北国在这41年当中呢，经历了7个王，好，就是耶罗波安王。好，最后1年，好，耶罗波安做了22年，好，那亚撒他已经在上位了，好，但是耶罗波安和他的父亲亚比亚经常打仗，好，但是耶罗波安在最后的几场战被亚比亚比下去，所以亚比亚死了没多久，耶罗波安也死了，好，但是亚撒他已经起来做王了。接着是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好，拿达算是好死，好，因为上帝已经透过先知警告耶罗波安，他家所有的男性都不得好死，而他的儿子唯一的儿子拿达是能够被这个另外一个儿子亚比亚是能够被安葬的。而他的这个耶罗波安另一个儿子呢，拿达呢，好，只有做2年，好，而且2年呢就被篡位，被他的臣仆巴沙篡位，好，巴沙篡位之后呢，篡位成功，做了24年，好，但是仍然在亚撒的时代，而巴沙又传给他的儿子以拉，好，只有短短2年，巴沙也被上帝警告，好，他犯了比耶罗波安更重的罪，所以上帝必不让巴沙的后代继续在这位上，所以以拉又被他的臣仆辛利篡位。而这先例篡了人家的位，他自己当王只有多久呢？好，7天，好，这个是最短的，好，就是这位北国的辛利1个礼拜，好，第2个礼拜呢，就王位就被谁呢？又被暗利篡位啊！暗利一篡呢，就12年。暗利是谁呢？暗利就是亚哈王的爸爸，好，所以亚哈呢做的比前面的北国的王更疯狂的事情哦。好，但是我们看到，在亚撒这35年当中，好，至少他前面6个王，好，这6个王呢，他都经历，好，所以他可以用亚撒来跟北国这6个王来做对照。好，当北国一团乱，好，这个好像我们现在在看每一天的新闻，好，现在的新闻不能看周报，好，因为每一天都要更新进度，好，你一天没有更新就不知道我们国家发生什么大事啊，好，这个我们的政党发生什么大事。但是呢，亚撒呢，好，北国就是这样，一直换，一直换，好，有1年的、2年的、7天的、好12年的、3年的，不对，24年的。但是呢，亚撒能够一直在那位置上面，好，稳固稳定，好，不要忘记他做了几件事情。第2节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只要你们顺从上主，他一定与你们同在，
你们寻找他，他就让你们找到。好，所以亚萨第一个关键就是他顺从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一直与亚萨也与国家同在，并且寻求上帝的心意。再来是第7节，我们来读：你们必须刚强，不可沮丧。你们的工作一定得到报赏。好，这是先知对亚萨王所说的话。只要亚萨带领百姓刚强，好，不要沮丧，好，不要害怕。那他们所做的工，好，不论是在圣殿宗教上、敬拜上的工作，或是建造的工作、国家的工作、治理的工作，好，上帝都会使他们得到祝福。还有最后15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一心立下这约，一心寻求上主，他就让他们找到，并且赐给他们四境太平。所以亚萨前面这35年国家太平，看到北边的国家一直换，一直换，一直乱，一直乱，但是亚萨能够安定，好，坚定在这个国家当中。好，不要忘记亚萨他的勇气是来自于听从上帝的话，并且把上帝的话付诸实行，甚至他能够有勇气带领百姓跟上帝立约。好，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去做的时候，就有上帝的同在，而这些所做的上帝的工也会得到报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亚萨的黄金岁月当中，在这黄金的25年当中，他如何接受先知的话，把上帝的话行出来，并且也带领百姓、带领人民，能够一同与神来立约，尽心尽性寻求耶和华列祖的神，而他也在严惩那一些不寻求神、不寻求上主的，不论大小男女，而都处死。以这样的决心，让人民活在上帝的同在当中，同时也在守住上帝的话，守住上帝的节期，守住上帝的约，而让百姓经历欢乐，不论是吹号或吹角，都能够享受上主同在的快乐，而上帝也被犹大国的百姓所寻见。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也让我们在同样的在今天的世代当中，能够来寻求你的话，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遵行你的旨意，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愿你的同在与我们同在，与我们的教会同在，与我们的社会国家同在，让我们的社会国家人民百姓，从君王到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上主同在的欢呼喜乐，而我们愿意来寻求你，也求你让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寻见你。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信靠你，是你必领我度过，你心是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
固磐石，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感谢主，让我们在祷告会与主相遇。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你赐下耶稣基督成我们的救主，在十字架所流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啊，我们欢欢喜喜来到你的圣殿，主啊，来敬拜你，来聆听神你的话。愿你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愿耶稣基督的宝血不仅洁净我们，更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力量，使我们继续奔跑天路。让我们同心合意，兴旺你自己的教会。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首先我们要感谢主带领10月13号户外礼拜的报名即将额满，也为当天的礼拜的行程代祷，还有天气，还有我们所晚餐所预备的晚餐，那出入有平安，有主的同在。那也为10月6号我们要举行3场的选举来代祷。那么下届的长职以及理监事，这就是我们协会的理监事，还有志工队的队长，皆能够有合适并且预备新的候选人，并且有合神心意的选举过程以及结果。那也为教会在新的出发组织的整个调整，特别是聘请全职同工和兼职同工来代祷，那有清楚完备的人事规划以及妥善的软硬体的安排，使教会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效能。好，让我们一起为教会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安待教会，主要是我们在接下来10月13号的户外礼拜当中，有主你亲自的保守，主要无论是报名人数，你加添给我们，使他们在户外礼拜当中，主要也遇见你，特别是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还没有认识你的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这个亲人，主要使他们借着这样一个礼拜、这样一个活动，主啊，能够有机会来认识你的名，得到救恩。主，我们也为那一天的天气、出入的平安、交通安全都来仰望你，求主你保守。主，我们也继续为教会的整个人事的系统来改变的改造、人事的安排、兼职、全职同工的预备。主啊，我们相信你必然为教会预备合适的合神你心意的同工来一起服侍。主，我们特别为长职的改选来仰望你，求主你纪念我们同工的辛劳。主啊，特别在教会重新调整发展的过程里面，主，我们真的需要我们这些同工们愿意摆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愿你来使用，也使这3场的选举，不管是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或者是教会的选举长职，都能够顺顺利利。愿主你亲自挑选合适的人，合你心意的来到你的教会，共同心合的服侍。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主啊，8天父神，我们同心合意的宣告，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教会中作王掌权，圣灵在聚会中自由的运行。求主赐下属天的智慧，让那些未信主的人能够认识耶和华所带来的平安，并施恩给基督徒，都能活出平安的见证，并能够勇于向心中因着农历7月而心存恐惧的未信者传福音，好让他们真实经历主的平安与领受救恩。求圣灵借着真理更真的光照我们的内心，使我们能够审查和回转，持续活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生命与父的心对齐，所有的关系也蒙翻转，并靠着圣灵活出爱人舍己、和睦同居、满有平安能力的新生命。感谢主的带领，我们10月13号户外礼拜的报名都即将额满，求主当天能够赐下一个好的天气，在活动的过程中都能够有主的同在，出入都能够平安。也为了10月6号我们有3场的选举，包括下一届的长职、理监事以及志工队长，都能够有合神心意的候选人，也都能够有合神心意的结果。第3个，为了教会的事工，因为教会的事工包罗万象，我们需要聘请全职的同工及兼职的同工，求主能够赐下恩典，能够合神心意的人选，
使教会都能够有更高的效率和效能。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都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愿神的旨意大大的成就在我们教会，阿们。我们相信神是全能的，他能够带领教会继续的往前走。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那特别是为成人牧区我们第二组春梅姐，那肺积水检查不出来原因，目前还在长庚医院急诊室等待病床，求主怜悯跟医治，让春梅姐呢能够在这个长庚团队的这个寻找病因当中呢，早日找到病因，对症下药，那也使她能够尽快有病床，能够安静的休息，也能够得着医治跟恢复健康。那第二呢，我们为12组丰盛兄，近日准备搬家，在昨天下午在家跌倒，造成这个颈骨折，那还有破裂的现象。今天早上在民盛医院有进行的装设人工关节的手术，求主保守看顾丰盛兄，手术后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的行动，也为后续搬家事宜来代祷，那过程能够尽都顺利。丰盛兄也是秀慧姐的先生，那么他们刚从曹大教会转机回我们教会，特别为他们全家来代祷，还有他们的孩子为他们祷告。那第三项呢，我们要为开学活动，我们先为上面2件事，我们的肢体的病痛来祷告。那另外一件就是感谢主那敏媛执事虽然在礼拜6发生了车祸但是礼拜天他就到教会来了那求主保守他在恢复的过程，特别是脑震荡的状况能够没有后续的后遗症。我们也同时为敏媛执事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你恩待春梅姐，过去她在教会这样的尽忠服侍，虽然目前她遭遇了这样一个还查不出病因的肺部的积水的问题，主求你亲自与她同在，主你为她安排在长庚医院，不仅有好的医疗设备、好的医生，能够尽快的找到病床，找到病因，能够得到妥善的医治，也保守他的家人不过度的担忧，特别是泰山他们的家庭，求你来保守看顾。我们相信耶和华在病榻扶持你自己的儿女，我们也相信耶和华拉法的神与他同在。耶稣，我们也特别为丰盛兄在昨天跌倒，但主你虽然他骨折，但在今天的手术尽都顺利，主我们感谢你，主也保守丰盛兄他们全家回到迦南教会的转机过程，主特别是在未来搬家的事情上面，主也让他们预备，主让这一切都能够尽都顺利。谢谢耶稣，我们相信凡走过的都必留下神恩典的记号。求主你亲自与秀慧姐他们同在。主，我们也特别为敏媛执事来感谢你，主虽然他在上礼拜6发生了车祸，但主你将这样的一个危险病痛降到最低，以至于他能够到礼拜天就能够回到你的圣殿。主，我们赞美你，也感谢你，愿你亲自医治也成全。主，特别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在病痛中的，主我们也求你的灵来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主让他们知道有神的同在胜过一切，也保守他们透过医生的医治，透过药物的治疗，主使他们靠神的信心，能够越发的在这样的日子里面能够站立得住，也能够医治得好。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与他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继续，我们要为成人牧区青年牧区来代祷。那么开学呢，活动是9月6号到7号有迎新餐会和格数的录影这很精彩那求主来帮助我们学生大量进到教会被牧养装备，那么在青年时期大大的经历神因为经过统计，这个很多年轻人都是在高中大学的时候决志信主。那我相信神也要透过各教会的年轻人复兴他自己每一个教会。那我们迦南教会有刚好在市中心我们有新的分堂，那我们也期待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因着神的恩典，那也因为我们这些青年同工们他们全力的付出摆上求神继续感动有他们的同学他们的朋友能够进入教会认识神。那第二，我们要为青年牧区第2次的退休会的筹备，求神带领青年牧区有很好的调整跟协调，那同工之间有好的互动跟信任。那特别为这次的总召是牧宣执事，他的筹备过程那能够尽都顺利能够同工也能够同心合意来祷告那接下来我们要第3个是为
我们还是为以上青年牧区先来集中来祷告，好吗？就这2点，求神祝福跟带领。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要在开学即将9月6号跟7号的过程里面，主你预备了我们的同工们，准备了迎新餐会，还有格数的露营。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主啊能够认识你的名，这是何等宝贝的。主啊，使他们透过营会，透过这些活动，主啊认识耶稣，认识神你的奇妙跟救恩。主谢谢你，你要为他们在未来的道路里面，主啊洒下那恩典的之油。主啊，保守我们的同工们，特别是在10月份要举行同工退休会。主啊，你纪念他们在这段期间过去1年期间虽然没有牧者，但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继续的在他们岗位上来扶持。我们感谢你，主也为牧宣来感谢你，来祷告。主求你加添给他心力，以至于他在预备这届退休会的过程里面，跟同工有好的沟通，好的搭配，好的安排。是啊，主要是这个退休会，因为你的同在，你赐给他智慧聪明。主要是整个退休会让我们的同工得着造就，重新得力。主要是他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谢谢耶稣，让他们虽然在工作、在学业繁忙之际，主要仍然会将自己摆上，将时间摆上。求主你亲自纪念，让他们的学业、工作上面都蒙神赐福。谢谢耶稣与他们同在，也祝福这些年轻人越发的依靠你，越发的认识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继续，我们要为儿童牧区来祷告。那么，感谢主，8月25号的孝亲主日闯关活动平安圆满。那求主赐福我们的下一代，保守孩子们在家中以及在教会中能得到从长辈而来好的信仰传承。那当然也要为这些祖父母祷告。我师父讲阿公阿嬷带孙来，该要紧不？该要紧你看我们适龄长老，对不对？孙都在教会拢有服侍，这真感谢主的代志。那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这些孩子们透过这些接下来还有一些陆续的活动，更能够认识神，成为他们一生的祝福。好，那么本周即将开学了，很快暑假过去了哈。那么求主赐福，帮助阿嘎佩的孩子有神儿女的好品性，在新的学期跟老师跟同学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为以上儿童牧区来代祷，我们一起开口。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在8月25号的孝亲主日当中，主啊，你使一切活动尽都平安顺利。主啊，不仅透过活泼的活动让祖父母跟他们的儿孙能够在一起享受那个欢乐。所以我们更知道这个欢乐是从主而来。主，谢谢你，因为我们相信喜乐是神儿女最大的象征跟力量。主，求你保守这些孩子们，虽然他们年纪不大，但主让他们能够在家中跟教会当中，主啊都能够从长辈而来的祝福。主啊，他们有好的信仰的传承。主啊，谢谢你，虽然在少子化的时代，我们看见儿女生的并不多，但主，我们相信你要将你教会人数越发的加添，是因为神的能力，是因为神的怜悯，是因为神的教导跟神你的应许。主，我们求你将那孩子认识你的机会越发的加添在江南教会，在众教会当中。谢谢你，主，我们相信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求主你亲自保守看顾，主要让你的教会兴旺。谢谢耶稣，也求你祝福我们这些即将开学的孩子们，赐给他们有智慧、能力、聪明。主啊，他们特别是有好的品性，有从主来的教导。主啊，有你的律例跟命令在他们的心里面。主啊，就使他们在学校里面，主啊能够跟老师或者是在教会学校跟同学都能够建立很好的关系。主啊，谢谢你保守这些孩子们。主啊，他们不仅从小认识你，也要经历你。主啊，谢谢你，因为你与他们同在。主啊，让他们别人爱他们的声量跟上帝爱他们的声量与日的俱增。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与我们这些孩子们同在。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还有3个。抱歉，还有那个社区事工多少？好，我们也是孝亲主日活动，感恩顺利哈。那么那一天我们有得福的长辈的一个敬拜，那我觉得非常的温馨。我也看到这个陈牧师娘也排在第一排哈。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服事啊，让他们也能够在教会里面去经历神，特别在敬拜当中。那有130多人参加孝亲主日的活动，我们也纪念这些同工的辛劳，那也增加了3代之间的情谊啊，感谢主。那松大在9月2号就要开学了啊，那使招生的报名能够更加踊跃，老师上课跟教学内容也能够更加丰富，而且有影响力。那特别也为我们的松大的校长还有校务委员为他们祷告，他们尽心尽力在这些事上求主纪念他们。那社区事工呢，我们9月8号有个志工的教育训练，继续也为本会的主日招待跟服事训练这些事工来做代祷。我们为这几项事情，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在8月25号的亲子活动孝亲的主日当中，主要你带领得福的我们的长辈们，主要不仅在主日服事，主要也通过服事，主要让他们经历到神你奇妙的恩典和爱。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说在这世上残存的有信有爱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的得福的长辈，主啊，不仅在每周的教会的这些活动当中，得到喜乐，得着他们认识朋友，主啊，也能够让他们有机会听见福音就愿意来信靠你，成为他们一生最美的祝福。主，我们也特别为松大9月2号开学，主来仰望你。主，你使这些的55岁以上的这些的朋友们进入教会，透过各种班级的学习，丰富他们的人生，也丰富他们的生命。主，我们求你来恩待我们的所有老师，主啊，他们用基督耶稣的爱来爱他们，来教导，来分享。主啊，以至于在这当中，他们也能够经历到认识基督是美好的事情。也求你祝福我们的这些老师们，主要让他们有够用的体力与智慧，使他们的整个课程当中尽都顺利。主，也特别保守我们松大的校长光福长老、副校长张娟老师以及所有的松大的校务委员，主要使他们更有智慧能力来处理校务的事情。虽然繁杂，但主他们都能够一一的处理得非常好。主，我们仰望你的名，谢谢耶稣与他们同在。主，我们也特别求你来恩待我们整个9月8号的志工训练也能够顺利。主要是参与服事的人越发加增。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唱会友的诗歌。我们以上祷告，相信神必然成就，阿们。来，请起立，排长。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黑暗全是已破碎，因耶稣是基督宝血。我要握住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从头来。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黑暗全是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握住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哈利路亚，高举主的圣经旗，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兴起主大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哈利路亚，高举主的圣经旗，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兴起主大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为主发光，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哈利路亚！我们排长把荣耀归给耶稣，感谢主，阿罗主，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当地暗时做伙组织来到伫教会，无论伫线顶还是伫现场，我们当做伙伫信心的内面来祈祷上帝，
也互阮通过上帝你的话，对阿撒王阮来学习，做一个合上帝心意的谦卑的奴仆。无论阮所行所做，拢会当来有主你来引带阮的脚步。也愿上帝祝福伫迦南教会全体，无论是对乡里、对亲人，还是对儿童，还是对无同款的牧区，每一位兄弟姊妹的信心灵甲家庭，拢求上帝你来祝福，互阮咱经历上帝你的丰盛，经历上帝你的同在甲平安，也祝福伫教会对外的事工，无论是通过乡里大学，通过协会，通过志工队，互阮所做一切，拢在因跟上帝利益进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听谈，细心的感动甲帮助，甲阮众兄弟姊妹三个弟弟，也互阮当经历上帝你的丰富供应。主，阮这个时阵也要用你所教示阮的主祷文，要同齐来祈祷讲：愿伫天立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恩根，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拍拍将恩根归上帝，哈利路亚。好，咱互相请安，彼此来祝福。愿神祝福大家。嘛，请咱大家将椅会当来收到伫边仔的所。